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8章20节到23节。撒迦利亚书第8章20节到23节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将来有列国的人，甲济济的城徛起伫的百姓，要到徛起即个城的百姓，要到迄个城，讲：咱着紧紧去求耶和华的恩，去找万军的耶和华。轮到我也要去。要有济济的百姓甲强大的国来耶路撒冷，找万军的耶和华，求耶和华的恩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着这日子，对列国列族中要有10个牵一个犹大人的衫具，牵伊讲：我要甲恁相隔去，因为阮听见上帝甲恁相隔伫地。以上，咱要请古圣界传道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“神甲咱同在”，神甲咱同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是一个爱欢喜的日子。拄仔伫敬拜俄罗的时阵，廖分长老甲咱讲，咱爱拢有笑容，咱拢爱笑出来，因为这是一个有愿望的日子。伫11月25迄阵是咱讲感恩节的时阵，咱嘛爱来欢喜讲，感谢上帝伫过去迄年内面，咱可能有拄着侪恶担当的事。咱嘛有可能拄着侪咱其实可能咱家己的能力无法度赢过遮的事，但是现在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大家拢坐伫遮，表示讲过去遐恶担当的事，也是遐有困难的事，咱拢已经过去啊。这个过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互咱有教业，会当搬过遮的困苦的代志。所以咱伫这个中间，咱有成长。所以咱回顾过去这年来，上帝互咱的恩典，咱所领受到的，其实咱拢爱笑出来，因为咱是欢喜的，咱赢过所有的一切。伫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1主日，是咱基督徒要接受耶稣救恩这个恩典，咱爱来对未来有一个愿望的备办的一个节期。今仔日是一个愿望甲期待，期待弥赛亚的来临。并而且阁要期待上帝国会当建立的一个日子，所以我即摆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甲目睭闭起来，咱来想2件代志。第一件是过去1年来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你要献上你的感恩呢？当你咧想的时阵，其实你的喙角爱笑起来，因为这是一个欢喜的事。第二个是，你要献上你的愿望。毋望伫未来上帝国建立的时阵，咱拢会当伫即个角度内面，咱三个来献上感恩的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真正感谢你。伫过去迄个日子内面，我每一个人拢有拄着一寡困苦艰难的事，但是阮知靠阮家己无法度，阮会当搬过遮个困苦艰难的事的。拢是因为你的恩典有够万用，互阮伫即个内面成长，伫即个锻炼内面，阮会当更较明白了解即个上帝你的恩典。阮献上阮的感恩，嘛伫即个大降节期的头一个主日，阮真正对未来有一个愿望上帝国会再临，迄个弥赛亚的救赎，搁一届来到阮的中间。阮真正满心欢喜，献上阮的感恩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先知撒迦利亚伫迄个时阵，是以色列百姓受掠，要搁转来耶路撒冷，重新来建立迄个圣殿的日子。但是迄个时阵，遮以色列百姓因其实对未来无有侪愿望，伊敢若知影讲，我会转来，我会重新来建立这个圣殿。
伫撒加利亚，即个先知上帝予伊一个异象，伊讲出上帝的计划。即个计划是即个救恩，毋单是以色列百姓要得到尔，是所有的外邦人拢会当得到即个救恩。先知甲上帝因呈现一幅迄个异象，是耶路撒冷未来的异象，要转化改变迄个时阵耶路撒冷的一寡状况。无论是迄个时阵，拢一寡年老的人伫街仔顶尔，无少年的人，所以上帝要应允的是，伊要改变即个状况，要让人口增加，要让每一个年岁的人拢会上组织伫耶路撒冷来徛起，要让遮个百姓对困苦中间行为上帝迄个丰盛的恩典内面。上帝甲因的祖先所立的迄个约，嘛要搁一摆来恢复起来。所以咱会知对第8节内面来看，第8章第8节来看，伊讲：你要做我的囝子民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上帝搁一摆来应允讲，要传达出来是，要互因一个愿望。这个愿望是对这个城市、对这个圣殿有充满一种活力的，要互因真繁荣来兴旺起来。对遮受掠，搁转来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来讲，这是一种鼓励，是一种有力量的话语，是因继续为着圣殿的重建来工作的一个来源。伊嘛相信，对圣殿重建这个工作做了以后，一定是一个新、佮有和平的一个世代的开始。第12节讲，因为因要压迄个平安的井，葡萄树要结果子，土地要有出产，天嘛要降落迄个甘霖。上帝应允，要互因搁一摆来兴旺繁荣起来。这种的转变，对困苦、对无愿望，转变到有丰盛、到有愿望的这个转变，是上帝迄个旨意实现的一个目标。那来看，今仔所读的经句第20节安尼讲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将来有列国的人，甲侪的城要起来，要过来，要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讲将来未来要实现的，是要互耶路撒冷成做万民敬拜耶和华迄个所在，而且这个所在毋是单独的一个外邦人尔。毋是敢若一个人来尔，伊是规个整体的人，规定人要做伙来的。先知伊所要传达出来迄个信息，是要互因先一定会得到迄个救恩。这个救恩是上帝的旨意，嘛是伫历史的中间要实现的这个计划伫的。21节到22节内面讲，遮个百姓为这个城来到迄个城。伊要讲，我要紧去恳求耶和华的恩，我要来找求万军的耶和华。我也要去，我一定要去，要来恳求耶和华的恩。遮个百姓为这个城到迄个城去找求迄个耶和华上帝的时阵，因遮个人拢是讲，因已经备办好、准备好，要入去耶路撒冷，要来敬拜、要来见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安尼来看，因是一个来找求上帝的人，伊嘛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也是见证的人。讲我要紧去，伊嘛是一个行动的人，是对心内底搁一摆讲，我嘛要去。这个真肯定的讲，我要去找到上帝耶和华上帝的救恩。伫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内面。嘛有讲到，迄个时阵所描写的，迄个万国万民要拢总转到一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耶路撒冷，去到遐去找求这个耶和华上帝。一群人要开始要来到迄个所在，有可能咱想有一淡薄仔困难，所以我咧想，有可能是一开始敢若2、3个人，因开始做这项代志。然后有人看见了后，就回应因的这个行动，开始加入伫因这个团体内面。人渐渐挖做伙，组织做伙，这内面的人
咱看今仔圣经内面讲，因毋那是以色列百姓尔，还佫有侪侪外邦人尔。救恩毋那是干那以色列百姓会当得到尔，这嘛是普世万民拢会当得到的救恩。那安尼，遮个人咱会当看到，对23节内面，遮个人牵调着即个犹太人的三更，讲我要甲你去，因为我听见上帝甲你做伙。对逐族逐位来的人，因对上帝迄个渴望，因知影讲我要安怎去，但是因无方法，所以因看见犹太人因身躯顶迄个记号，因就明白啦。即个记号伫民数记15章37节到40节内面有描写讲，以色列人的衫顶面爱填一个水仔伫的，迄个顶面搁爱有哪些幼带甲绑掉的。大起来，因在时时刻刻去记着耶和华的命令甲话语。所以当即10个外邦人因看到犹太人的时阵，因就知影讲，因就是犹太人，认出着因的身份来。因明白即个人会当带因到耶路撒冷去朝见上帝，所以因就甲牵调的、甲挽调的，要对着伊，甲讲求你帮助阮。入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这10个人代表的是所有的人，毋是干那即个10个人尔，伊代表的是即个地面所有的万国万民，无论伊是啥物国家，伊是倒一个民族，还是伊是倒一个文化的人，因拢需要有人帮助因，带领因去敬拜上帝。一个犹太人和10个外邦人掠掉的，看起来敢是侪人掠着一个人尔。其实这内面要代表的意义是讲，一个犹太人所讲的是每一个犹太人，就是讲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这个责任，爱去带领无同款的人去朝见上帝。10个人甲一个人看起来敢若比例无讲真好，但是却是即个人，即个一个，伊爱承担负担的即个责任，却是遐尼啊大。那安尼，即个外邦人要掠着即个犹太人去找求上帝，伊迄个渴慕的迄个心甲态度，就是为23节内面，伊讲上帝甲恁伫地即句话，咱会使看见，因真正有即个信心伫的。上帝甲恁伫地，毋是干那迄个时阵，上帝为先知讲出来的话尔。对创世纪21章22节，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迄个话，伊讲：凡那你所行的事，拢有上帝的伫地。伫创世纪26章第3节甲第4节内面。上帝甲以撒所讲的话，佮安尼讲：你徛起伫遮，我要甲你伫地赐福互你。迄个是暗示耶和华嘛甲伊讲，我是你的爸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毋通惊遐，我甲你伫地。这是一个应允，那亲像嘛甲摩西安尼讲，我实在是要甲你伫地。约书亚迄阵要接迄个摩西的迄个职分的时阵，伊伫遐惊吓，伊毋知要安怎。上帝嘛甲讲，我安怎甲摩西伫地，我嘛要安尼甲你伫地。所以上帝甲咱做伙，甲咱伫地，即个是一个事实，嘛是一个应允。而且即个应允，毋那是干那遮个人会当得到尔。伫以西结书内面讲，遐列国列邦因咧亵渎耶和华上帝的时阵，耶和华要透过新一代以色列百姓，伫众人的面前显现出迄个圣洁荣耀的，是讲要伫列国的面前显现最圣。到时阵，迄个万国的万百姓，拢要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。那安尼来看，耶路撒冷要成做一个世界的中心。伫旧约的时阵，看起来是安尼；到来新约的时阵，嘛是安尼。毋那是以色列百姓